出得胜的圣诞剧，叫《耶稣诞生》。700年前，传递神讯息的先知以赛亚预言，必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诞生，有一个孩子要赐给我们，他必统治我们。他被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存的父，和平的君。他的国必长治久安，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公平和公义治国，使国家永固。万军之耶和华必热切地成就此事。第一幕，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中，天使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到一个正在熟睡的童女家中。这个童女她名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神大人的女子，你好。你是谁？我是天使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来向你说话。你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他伟大无比，将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定格。耶稣的意思是将人们从罪恶中救出来。再听一次，耶稣的意思是将人们从罪恶中救出来，定格解除。可是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呢？玛利亚，你放心，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所以你生的那个婴孩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我要怎么跟约瑟说？对啊，师傅，如果让别人知道他也没有结婚就怀孕，是会被别人用石头打死的哎。玛利亚，你放心，神的计划不像人的计划，虽然有时候很难理解，但你只要顺服并且相信，你就会看到前所未有的美好。玛利亚，你会平安无事的，你就好好等候神的奇妙作为吧。我是神的使女，情愿照着您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第二幕，天使向约瑟显现。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是一个普通的木匠，知道玛利亚有了身孕，善良的约瑟不忍心羞辱玛利亚，所以暗暗的决定要跟玛利亚解除婚约。当约瑟在心烦这件事情睡着时，天使在梦中对约瑟说：“约瑟，你不要害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过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应验着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定格，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再听一次，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定格解除。好的，我现在要把我的玛利亚娶回家了。第三幕，牧羊人受到天使的指引，在寒冷的旷野，牧羊人带着一群羊在山上逃跑。忽然间，有一群天使到了牧羊人的面前。
哦，哭这个冷冷的天，真的是让人好想睡哦。不可以，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不然有大野狼或奇怪的东西跑出来怎么办呢？对啊，我们还是。你们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是关于大家的。因为今天在大卫城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下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第四幕，东方博士发现王者之心。有几位天文学的博士们正在研究沙漠的星星，突然间看到一颗从未见过这么大又亮的星星在天空闪烁着，于是开始讨论起来。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事？对啊，那是一颗王者之心耶。这么说来，应该是有一位王要诞生了，你们说对不对？他一定是特别的王。依照我们过去对星星的了解，这颗是王者之心，这代表着将有一位特别的王将要降生在这个世界当中，而他的降生一定会对这个世界带来重大的改变。你说特别的王，那么我们要不要去找一找呢？我想，我只要跟着那颗星，一定可以找到王降生的地方。对，我们应该要去朝拜，但是我们总不能空着手去吧？对，那我要送他黄金当做礼物，那我要送他乳香当礼物。好，那我就送他墨药当礼物。走，我们一起去找他吧。第五幕，西域王的阴谋。于是博士们在旅途中沿路到处询问，接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是谁呢？我们在东方看到他的星，特别要来拜他。消息一传出，耶稣降生的伯利恒纯正的北方首都耶路撒冷城开始盛传的这件事，许多人内心十分不安。做耶路撒冷的国王希律王也相当不安。大家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可是会被拖出去杀头的呢。祭司啊，本王倒是想问问你，最近耶路撒冷盛传的这个王啊，他会出生在什么地方呢？那个国王很可能在伯利恒。在伯利恒。真的，因为在古老的先知书里记载这么一段话。犹大地的伯利恒呀，你在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一个，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可恶，有我在，还有谁敢来当以色列的王啊？好，你去叫那3个进来。听说你们在找犹太人的王是吗？是的，因为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相信是未来的犹太王已经降生了。
会错吗？报告国王，以我们的聪明、才智及看星星的专业，绝对不会错的。是的，国王，那颗星绝对是王者之星。那请问一下，你们3个人要去找他做什么呢？我们带了礼物要去拜他。好，那你们就是去找那个王，找到了记得回来告诉我，我一定要好好去拜他。是的，国王。国王，您怎么会？傻瓜，我怎么可能会去拜他？等到我知道他出生的位置，我一定一他毙命。这才是我的阴谋。哇哈哈哈哈哈！第6幕，约瑟跟玛利亚回到伯利报。到那些日子，凯撒有圣旨下来，要天下居民都报上名册。于是以色列众人们都各归各城去报上名册。约瑟和玛利亚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那时，玛利亚已经怀孕快生了。那边有一间旅店，我们去问问看。谁呀？完了，是谁在敲门呐？请问这边还有房间给我们住吗？哦，有啊，有啊，你等一下哈。啊，穷酸呀！不好意思，我们刚好赖完了，没有房间啊，找别家，找别家哈。老板，拜托一下，我们已经看了好多家了，而且你看我妻子就要生了。哦，找别家。老板，拜托一下，我们的小孩不是一般的小孩，他是位万王之王啊！王？什么王？这在哪里？啊？这个是。王，我告诉你，在我们这里不用王，只要你有钱，不管你是黑道还是流氓，统统都给你住总统套房。没有钱，连西域王的马房都没有，懂吗？老板，你有马房吗？开什么玩笑！我这可是5星级的大饭店了，你知道吗？啊！然后呢？连马都是睡套房的，懂吗？没关系，你们没有钱啊，下次再说。老板累了，老板要回去睡觉了，好吗？找别家哈。约瑟，不要灰心，我们再去找看其他家。哎呀，是谁？是谁在敲打我？哎，怎么样？有什么事情？老板，请问这还有房间给我们住吗？抱歉，先生，因为人口普查的大日子缘故，房间早就被订满了。你可能要去其他的旅馆哦。啊，都预满了。约瑟，我肚子好痛。老板，拜托了，你看我太太，
他就要生了。好像真的快要生了，真是麻烦啊！看在我这么有爱心的份上，我的旅馆后面还有个马房，你就将就一下啦啊！好的，谢谢老板。第7幕，朝见马槽里的婴孩。耶稣诞生后，就放在马槽里。约瑟开心地陪在耶稣及玛利亚的身旁。玛利亚露出满面的笑容，看着刚出生的耶稣。牧羊人跟博士也纷纷赶到。转过来，对，看我看，打开，对，麦克风往上，拿出来。对，不要，这样就好了。好像躺在马槽里的就是耶稣耶，我们赶快去拜见救世主、救主基督吧。3位的哪个躺的？就是要给它打开才看到。跪拜了耶稣。你看。后来博士们也到了外面。无限的。到底我们的犹太人王在哪里呢？你们看，王者之心就停在这里，想必就是这里没有错了。各位观众，我们从沙漠走到了耶路撒冷，又从耶路撒冷走到伯利恒，走过路过看过这么多的宫殿，奇怪了，怎么样的万王之王不是生在宫殿，而是生在这种卑微的地方，甚至是马槽的地方呢？不管了，我们还是赶快去拜见，献上礼物吧。博士们分别献上了黄金、乳香、没药后，因为在梦中被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王，就从别条路回本地去了。天使的宣告跟先知的预言都一一应验了。这位婴孩耶稣，就是要将人类从罪恶中救出来的救主君王。他的降生为世人带来新的生命，也给信他的人带来平安与喜乐，并且给予更多丰富。他不但是我们救主，也是所有人的救主。当生命无常，生活落到谷底时，亲爱的朋友，你愿意让他进入你的心中，在你心里给你力量，做王引导你一生的道路吗？
们掌声给我们的青少年跟我们的同学他们带来的这一次的耶稣降生的这一出戏。那我们再一次谢谢大家，我们在台前的我们一起鞠躬，谢谢大家们来观赏我们的演戏。好，那我们的这边可以先上去换装一下哈。好，等一下呢，我们有一个有奖征答，不知道